各位主内兄弟平安。今仔阁是圣的主日，是咱过活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。求主保守咱，伫咧过活节了后，煞咧一年内底拢有平安，拢有喜乐，拢有健康，敢若三角地地。咱来串联诗歌，圣诗248首，我的上帝全能君王。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伊名我要永远尊重。主我上帝气悬志大，袂通测度恩惠满满。迄代要对，即代要对迄代恶罗，伊的权能四过传播。我要想伊奇妙所做，尊贵荣光威严袂废。过来，咱看到第3节，讲到上帝伊是公义的，伊的权能伟大。咱都要来讲起，互众人拢会使知。所以这是咱基督徒的责任，传播伊的福音，传播伊的大恩，唱歌来学罗伊，每日拢要来敬尊。过来，伊有讲到，伊有恩惠，阁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自爱无尽。所以咱都要用心来感谢，用嘴来学罗。所以咱无管行到倒位，咱拢有欢喜的心。来学罗咱的主上帝，咱来唱圣诗248首，第1节甲第2节。来，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伊名我要永远尊重。主我上帝至关至尊。袂通测度恩惠满满。第2节，一代要对一代恶罗，伊的权能是会传播。我要想你奇妙所做，尊贵荣光，荣耀袂废。伊是尊贵，伊的荣光，伊威严，永远袂废。咱过来看圣诗174首，圣诗174首，伊讲到我心无真理的神，求你永点我心内。伊这5节，咱会使看到，第一讲啥？真理的神。第2，伊是啥物话？疼叹的神。第3，伊是平安的神。第4，伊是有权能的神。第5呢，伊是赐欢喜的神。所以咱在求这个神啊，永点咱内面啊，互咱会使明白伊的圣旨意，互咱心内有的变作圣洁，咱会使点伊实的得到安宁。咱会使靠伊进前，免惊受害。咱都要到永远来学罗来感谢。所以诗歌教人爱怎？爱学罗，爱感谢。无管什么时阵，甚至安怎叫人爱永远学罗感谢。当咱心肝有学罗、有感谢的时阵，遐歹代、遐安怎无属是上帝的物件，伊就会离开。所以咱的生活内底，咱就安尼来学习。咱来看圣诗174首，第1节、第2节甲第5节。来，我心无真理的心，求你永点我内面，叫起我心角度里。
第三，我心无听叹的心，求你应听我来面，特殊养会出回来，心事有会变成个。第三站，第五站，我心无欢喜的心，求你应听我来面，水添山间甲旷野，高永远黑路感谢。咱基督徒有真好的恩赐，就是咱会使随时来学习咱的上帝。毋是像民间宗教，因的偶像吼，拢有咕噜啦，有真大的距离，毋敢去，嘛会惊。总是咱知，咱伫上帝听内底，咱是伊的囝儿，所以咱就免惊啥物货。咱快来看圣诗273首。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咱踮伊面前，就恬静恭敬，心肝就谦卑，承受真理。青蛇恶路，伊极大的慈悲，主上帝全知，伊恩典无限，主上帝至大，伊赐福予咱。第二个讲到，永远天父是啥？伊是听，伊安怎听呢？伊手术圣囝替人献性命，因为伊的国话，伊替人流保费，洗人的罪，所以咱伫个世间都要传主的福音，来为伊做干净，做伙来学老主，毋是咱学老主，佮和所有的人来学老主，念哈利路亚，来专心服侍。第31讲到，全能的君王，上帝是义啊，咱就顺服伊，得活命福气。主要伫末日来审判人类，人就紧紧反悔，然后享受恩惠。所以即摆已经进入末日的时间，所以咱要随时准备心，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过来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，来。基准的修造，上帝是香，人之面前就恬静恭敬，心肝就谦卑，承受真理，请下。永活的天父，上帝是听，伊手术圣囝替人献性命，主老保惠，世人的尊，团主的福音干净。感谢主，咱的今仔日吟诗学路到这，咱来备办心，来准备来学路敬拜上帝。
请咱大家闭关心来敬拜上帝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！我要尊你做至高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称赞你，要永远学习你的名。做回来吟圣诗第248首，248首。我的上帝，全能君王，请徛开吟。请咱与我徛伫，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愿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
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掌管万有，万有拢是你的创造，万有也是你伫看顾。阮伫遮求你赦免阮的罪。伫过去，你带家己的子民出埃及，阮的列祖伫旷野不时逼迫上主，伫荒埔，互你忧闷受气，毋捌你有拯救因，无过做奴隶。伫现在，耶稣基督救赎阮脱离迄个死亡的关系。阮无敲锤伊，亲像来敲锤银；敲锤伊，亲像敲锤藏伫土地的宝贝。阮毋捌伊，因为伊替阮死伫十字架顶，要互阮得到自由的活命。慈悲的天父，你有大怜悯，搁看顾阮。捌你名的人会来挖苦你，你毋捌去杀那遐敲碎你的人，因为伫大风大影中的平安，只有主耶稣会当守护互阮。阮伫即摆大地当中，阮拄着生命的阴影，着惊、担忧、忧伤、死实甘毋甘？即个提醒阮，阮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是吹过袂过倒转的风，是土粉会死的人。即个激励阮伫灾难中互相帮衬，来脱离迄个困难，互阮感受到生命三结连的温暖。上主，你的目睭无要看顾遐敬畏你的人，要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。阮直接求你救阮的生命脱离迄个死亡。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，阮的心神要听候你。愿你的慈爱施落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，阮着敬请陪伴，专心信靠上帝。无论境遇变迁，你要保护阮，直到主过来。这时，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角来出声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命你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力、永恒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请咱献开圣诗，圣诗后面启应文第64篇。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伫雅各书第1章，启应文64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着知。因为人要受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。着实行道理。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，一下离开。毋
过有伫查考详细查考会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家己讲家己真敬虔，是在欺骗家己。照顾困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天悲上，对上悲上帝看起来。做回来吟圣诗第174首，我信慕真理的神，请徛起来吟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恳求你的光照阮，伫黑暗的时刻，有你的光照落伫阮的头前，引带阮，互阮无迷失方向。求你的神充满伫阮的心。通过地牧师的讲道，互阮较知、较深捌认捌家己。因为听叹上帝的话，要加添阮信心甲仰望，阮要顺叹上帝你的旨意。救主耶稣，你已经打赢世间，为阮派十字架，赢过死亡的权势。为阮备办永生，阁有永远的荣耀。你是疼痛的主，阮为着今日会当三角组织来感谢保罗你，为着台湾大地动来祈祷恳求。阮为灾民求主医治这个伤者，安慰遐个甲亲人离别的心灵。互阮伫即块土地相听，三角夫妻做伙渡过难关。人民的主，愿要我靠你，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，
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。愿主帮助阮伫艰难的时刻，学主耶稣的款式，用行动相听、关怀、陪伴遐需要关心的厝边，互阮对耶稣的信，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伫阮的生活中来实践，做伙听候主过来。求主帮助阮，着警醒、避办便便，以免受到危险。着伫上帝大溃来的手下谦卑，着将一切挂入交互上帝里，着谦卑三款待，用安尼来见证上帝真实的恩典。着坚持做好事，追求荣光尊贵，坚持公义来得到活命，坚持甲耶稣基督结连来得到信心甲仁爱，着传道理，无论这个时机好歹，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。坚持万民来做见证。原来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三甲来共读圣经，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20节。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天啊，就听；地啊，就注意听，因为上主讲：我养饲囝儿，甲因饲大汉，因竟然背叛我。牛捌家己的主人，如会认得主人的槽。毋过以色列毋捌我的子民拢袂晓想。唉，犯罪民族！罪恶极重的子民，作恶多端的族业，行为败坏的子孙，因气杀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拢越转身离开伊。谁怎恁爱阁受鞭拍？谁怎恁袂继续背叛？恁规粒头壳拢有病，规个心拢受伤。对头甲骹无一位健全，拢是伤痕。乌青得流血的空喙犹未洗清气，犹未包扎，嘛犹未用油抹。恁的国土澎荒，恁的城市互火烧毁。恁亲目看到残垣，互外国人吞食，互千分人吞踏，变做风波。只有剩耶路撒冷留地，亲像葡萄园内的草苗啊，刺瓜仔园内的草坪啊，亲像一个受围困的城。若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留几个啊剩落来的子民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遐害，亲像蛾摩拉遐惨。恁这个索多玛的官长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；恁这个蛾摩拉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咱的上帝的教示。上主讲：恁献遐尼侪祭物互我，有啥物路用？我无稀罕绵羊港的烧化祭，肥卒卒的精生的油，我真厌。我嘛无下意牛港、羊羔甲山羊港的血。恁来条件我，
是啥人叫恁带这个众生来吞踏我圣殿的殿？唔通阁摕无路用的祭物来，香的味我真厌恶。这安息休日调集的聚会，我忍袂了。我袂当容忍恁犯罪，阁受严肃会。恁找甲定期的节庆，我非常讨厌。这拢变做我的担当，我真烦，无爱阁担，无爱阁担。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的暗目睭唔看恁。恁祈祷偌济遍，我嘛唔听，因为恁双手拢抹着杀人的火。恁着洗好清气，着拄去一切邪恶的行为，互我无阁看着恁伫做歹，着学习行好，着追求正义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着鼓励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讲来，咱来辩论。虽然恁的罪亲像诸王，也会变做亲像细遐白。虽然亲像乌豆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羊毛遐白。恁若愿意听叹，恁会当食土地出产上好的米。毋过，恁若毋顺叹反叛，恁会受刀剑吞灭。上主真喙安尼宣布。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，搁顺叹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，咱要请圣乐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。因要唱的诗歌是《归和耶和华》。一切也更动归。
咱要请题目师来分享圣经上帝的话，题目是上主严厉谴责。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阿萨诗班再去用规划耶和华这个主题引带咱来敬拜上帝。这也是咱较顶会讲到，是咱要读的以赛亚真要紧的神学的主题，用上帝做生活的中心。咱对今仔日开始。要研读旧约圣经内底上要紧，也通讲分量上重的一本先知书以赛亚。这本册伊的境界真悬真深，咱讲意境深远。不管伊的神学还是文学性，拢非常悬。内底诗人。常常用诗文学来传达伊的信息。咱若斟酌来读这个经文的时阵，就会慢慢发现，咱有真侪咱的宗教语言，事实上是对像这款的先知书内底，甲咱塑造的。咱真侪定咧用的话，拢是为这内底引来。这本册去用称作属地大先知书，因为相对伫迄个篇幅较短，后壁有12本小先知，大先知就是以赛亚、耶利米、甲以西结。相时，因为以赛亚是新约圣经内底引用上侪旧约的一卷册，特别咱若去读福音书、读使徒行传。包括咱过去拄啊读了的罗马书，咱就知影真侪这新约的作者也真爱引用以赛亚，所以这本册嘛，去用称作是旧约内底的福音书。有一个学者John Sawyer，伊直接就甲叫讲这是第5本的福音书。另外。先知嘛有一种区分，叫做前期的先知甲后期的先知。这个学者用北国以色列伫主前721年，互亚述帝国灭亡做一个分界点。伫这个进前的先知叫做前期的先知，较出名的包括亲像以利亚、以利沙、米该啊等等。后期的先知就亲像咱今日要读的以赛亚、何西阿、阿摩斯，还是米迦，因拢是伫即个国家足危机的时阵，人北国也好，南国也好，拢拄着强大帝国的威胁。伫即种真危机的时阵，来担任先知。即个甲咱今仔日的经文。处境也真有关系。咱今日为第1章开始读，若读到第2章的第5节，通讲已经将规本以赛亚的大要，甲咱表达出来。咱伫这段的内底就会读到，包括犹大国对王家繁荣的时期，进入到去互外敌。侵略的，就是亚述帝国侵略的时阵，这就是第1章到39章的背景。搁落去的，进入到2世纪以后，南国去互巴比伦灭亡，受掠巴比伦，迄种被掠离散的这种的经历，迄就是为40章到55章。到最后56章到66章是讲起受掠归回，定心要重建国家的时阵。所以规本以赛亚前后经历200几年，将近300年的时间，还有3个无同款的时期。
咱即届要先读第一部分，第一章一直到39章。若讲到神学的主题，虽然咱咧读以赛亚的时阵，咱知影伊定定讲起迄个时阵的历史的背景，也讲起迄个国际政治中间的变化，迄种冲击。但是伊的神学足清楚，就是坚持对以色列的上帝亚威，咱过去较习惯用耶和华，今仔日的圣经学者甲咱讲，亚威可能是较接近即个称呼的即个名，亚威即个上帝。伊坚持要为上帝的特质、上帝的心意来看这个变化。世界伫遐变动，但是到底上帝旨意是甚物？上帝对这个世界，伊安怎咧看，安怎咧行动？因为诗人确信，只有耶和华才是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迄个行动者。伫经文内底，咱会读到以色列人受诱惑，想要去挖靠埃及，想要去挖靠亚述，后壁佫有巴比伦，最后佫有波斯。这当时东方的这大帝国，伫以赛亚的眼中，拢是上帝临时警调的仆人啊！定，是要来处罚这背叛的以色列人。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敬拜偶像神明，所以上帝通过这成做伊的工具。伫这个背后，真正的主权甲行动者是上帝，是耶和华。咱就为这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经文。经文的第一节其实是一个标题，这应该是后来的迄个编辑者所写，要描写这本册伊的主要的要点是甚物。所以这第一节的标题已经甲规本册做一个定位。大先讲起主角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。咱对这位阿摩斯的历史人物知影真少，不过会当确定，伊主要的信息就是咧第一部分1章到39章，因为佫刷落去40章以后的主题，已经超出第8世纪，跳到第6世纪，主前第6世纪。伊的名叫做耶沙亚虎，若甲简短甲缩起来，叫做耶沙亚，所以咱甲翻做以赛亚。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，是愿耶和华拯救。所以伊的名本身就真有意义，在反映迄个救恩的这个主题。伊的爸爸叫阿摩斯，咱毋是真知影是甚物人，但是有列比讲，伊这位阿摩斯可能是一个阿玛基亚王的兄弟，家己嘛是先知，所以以赛亚真有可能出身是王家，有真好的一个背景。接落去，咱的标题讲阿摩斯所要讲的主题是有关犹太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不过咱读落去就知影，伊毋是干那咧讲王家的故事那点，后来佫讲起被掠巴比伦的时阵，以及后来被掠归回的时阵，然后佫落去讲起时间，伊讲伊要针对的就是乌西亚、约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做犹太王的事，而且讲起4个王。但是咱知影，伫4个王内底只有2个王的角色较要紧。约旦是一个较无要紧的一个人物，
故事嘛真短。伊的爸爸乌西亚是真要紧的王，不过咱读到第6章就知影，伊出现只不过是要介绍以赛亚的开始。所以伫以赛亚咧做先知的真正的时期，主要2个王，一个是阿哈斯，一个是希西家。咱若转去看列王记下卷，伫讲起这王的时阵，咱知影这2个王拄拄啊诚做对比。阿哈斯是一个真软弱的王，然后伊对上帝无忠实。常常踮踌躇，毋知影要安怎引带即个国家，所以是代表一个离开耶和华的王。相对的，伊的囝希西家是一个真强的王，信赖上帝。拄啊，甲伊的老爸诚做对比。所以伫以赛亚的故事内底，咱会看见阿哈斯甲希西家即2个王，常常是做对比的。这集最后佫甲咱讲一样代志。以赛亚要看见异象，要看见异象。讲到异象这字，咱可能读以赛亚书这本册，会感觉真无法度理解，内底敢若无啥物异象啊。异象咱有时啊联想到的，就是遐真特别的景象，有时阵是做梦的时阵去梦到的。还是去用掠去到一个特别的所在，看见一个特别的情景。啊，这个以赛亚内底只有出现2届，其中一届就是以赛亚受呼召的时阵，天使点啊飞来飞去安尼，所以异象这字毋通啊想做是奇怪的代志。真侪学者讲异象，伫咱今仔日的这个先知书内底，主要是一般伫咧讲上帝的话。上帝要讲的启示，所以以赛亚将伊对上帝所领受的启示，通过伊的文学甲诗表达出来，要对迄个时代的人讲话。咱今仔日若认真来读，嘛要对咱讲话。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上主要的段落，第2节到17节，伫遮讲起犹大的邪恶，以色列人的邪恶。为第2节到第3节，一开始就真有力点出亚伟甲以色列的关系已经破裂，已经对立。亚伟伫遐真清楚讲，因为以色列挑工离开上帝，愚妄无知，已经破坏本来真好、真可靠。迄种真长远的关系，伫遮咱看见上帝呼召天甲地来做见证，天啊来听，地啊来做见证。伫遐伫天地的见证下面，耶和华亚伟真清楚讲，即个关系的破裂，责任毋是伫上帝遐。第2节遐讲，因为伊养育以色列。甲伊饲大汉，上帝用恩典款待以色列。相对的，责任是出伫以色列，因为因背叛上帝。背叛这里有积极反对的意思，所以以色列有意拒绝这个真关键的关系。然后搁落去，以赛亚用一个真生动的一个图像来，互咱看这个反叛。伊讲连迄个牛甲驴，牛甲驴啊，这毋是足巧的动物，是真普通的动物。但是牛甲驴拢知影着爱倚靠主人，信赖主人。颠倒愚妄的以色列人，毋捌上帝，袂晓得去真实的认捌上帝。接落去第4节到第17节，将背叛这个主题，搁较详细甲表达出来。伫这中间，哪亲像伫法庭，伫遐审判，上帝伫遐
控诉以色列人，然后最后做出判决。伫这段真长的诗内底，第4节先用一系列旧约内底咧讲罪的表达来指控以色列人犯罪。头前这2字犯罪，罪恶极重，佮加上前1节讲的背叛，这通讲拢是足重的话。后壁佫讲因作恶多端，行为败坏，佫接落去2个强烈的动词，气杀上帝，藐视上帝。所以伫遮一系列的这用词，拢总7个。这就是以赛亚真特别文学性的表达。讲起罪的时阵，一连串用7个动词。最后伫遐讲，因拢或专心离开上帝。这是旧约真出名的图像，用脚接饼对上帝，当心歪看上帝。因为安尼。以色列就甲亚伟疏离，成出一个无关系的人。特别注意的是，伫第4节伫讲这罪的时阵，最后讲起上帝家己的时阵，诗人用一个真要紧的表达，讲是以色列的神圣者，因藐视迄个以色列的神圣者 ，The Holy One of Israel。这句话真要紧，这句话伫以赛亚内底一再出现，是咧形容上帝常常出现的字。这字上面讲起，这个上帝就是以色列上帝，所以确实伊甲以色列有真特别的关系。但是神圣者这字就真特别无共款的重点。伫讲起上帝是神圣通行，无容易亲近。嘛袂使互人想讲会当甲控制，啊是要照家己认定的方法来对待伊的。所以讲起上帝神圣这字，是咧讲上帝迄个绝对、真自由，但是嘛真危险。你若藐视伊，你若看轻伊，你若甲欺人，会带来极大的灾难。所以，搁落去用哀歌内底常常用的害哉来表达，这是咧重视，还是哀歌内底的用语，讲惨咯，惨咯。以色列伫遮受警告，恁的性命已经面对真大的危机。换一句话讲，咱讲代志大条啊，代志大条啊。所以，佫落去用身体做形容词，第5节到第8节，讲因为背叛犯罪，犹大的身体规身躯拢已经是伤，对头到骹无一位健全，拢是伤痕乌青，伫流血的空喙。毋若足侪伤，这些伤拢无受到照顾，空喙无洗清气。无包扎，嘛无用油抹。犹太国情形真严重，强要死去啊！但是家己也毋知影，无自知之明。到第7节、第8节，更较清楚咧讲起实际的历史的处境。伫遐讲恁的国土、恁的城市、恁的残垣。拢去互外国人吞食，互青分人吞打，变做风暴。这真明显是咧指向一个历史事件，就是主前701年，亚述的王西拿基立来侵略北国以色列，真侪城市，南国的真侪城市，拢去互占去，敢若剩耶路撒冷还佫伫咧。所以，伫遮咧讲起耶路撒冷，亲像一个受围困的城，
在咧讲起这个历史的事件。第9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这是另外一个伫咱今仔的经文内底称呼上帝的名。拄我讲伊是以色列的神圣者，单讲伊是万军的统帅。耶和华本身嘛是一个可怕的力量，若毋是伊留几个剩落来的人，耶路撒冷就甲创世纪故事内底迄个索多玛、俄摩拉同款，真惨啊！伫遮耶路撒冷是敢若剩一寡剩的人尔。到第10节，搁较严重，诗人直接就称耶路撒冷的官长甲人民讲：恁遮的俄摩拉、索多玛的官员甲人民，本来耶路撒冷是真人所爱、神圣的城市，诗人怎直接甲叫伊是索多玛、是俄摩拉？恁着认真听上帝的话，第10节。搁落去11节到15节，是咱今仔日经文内底真要紧的重点。讲到宗教，讲到宗教的部分啊。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圣殿，其中上要紧的工作就是祭司通过圣殿内底做祭事，互人民甲上帝当结连。结果伫遮，耶和华开始讲起这结连的管道，一个一个甲因提起，然后甲因拒绝。烧化祭我无爱，肥卒卒的精鲜的油我无爱，牛犅、羊羔、山油犅的火我嘛无爱。本来是受接纳、真要紧、真正当的祭物，打去互伊拒绝。耶和华无需要因，耶和华嘛无爱因，伊嘛无爱接受因。毋若是祭物，搁落去讲起逐种的祭期庆典甲安息日、初一、安息日、调节的聚会、严肃会、定期的节庆，这些我拢无爱，互我感觉真野生，已经有够野。而且，因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心态已经是无真实，因的祭物甲敬拜是虚假的。对这虚假的宗教行为，耶和华感觉真神、真野神。咱若讲耶路撒冷上好，会当提供上好的物件，就是这宗教行为，大家去用拒绝。表示上帝甲以色列的关系已经到这结束。上帝无要搁听人祈祷，为什么？这咱较顶最后来想。读到15节结尾的时阵，咱了做以色列命运已经定着啊，已经结束啊。无想到搁落去16到17节。诗人阁提出一条会当归回耶和华的路，这也是以赛亚一直会出现的主题。伫谴责的上时，也阁有愿望，上帝恩典会大过这人的罪。谴责以色列，以赛亚的语言是足严厉的，甲其他同时期的先知同款，足严。但是这位先知，伊总是对上主的子民，阁抱一寡愿望因会当回转。所以16节到17节，伊拢总摕到9项的行动，9个命令。9个命令会当分做2类，第一类是较一般的，伫遐讲恁着洗。就洗好清气，恁就莫阁做歹，用善来取代歹，爱除去邪恶的行为，就学习行好。这是真要紧的一个转变。头一项毋通阁做歹啊，
恁都爱伫礼仪顶头爱自我洁净，你才有法度甲耶和华和好。搁落去，摕着4个用公义对待受欺压的人、孤儿、寡妇的社会行动。伫遐讲，着追求正义，着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着孤儿伸冤，为着寡妇辩护。被欺压者、孤儿、寡妇，这是代表群体内底上软者，容易受伤害，无人替因讲话，常常受到排斥甲剥削的人。以赛亚用先知的眼光，咧看见以色列社会内底侪侪议题。伊讲起爱互即个伫要灭亡的群体，会当搁一届回归重建，关键就在伫群体性命爱改变。这包括2项，一项爱回归神圣圣洁，有合宜的礼拜；第二，爱回归正义，爱有合宜对待厝边的行动。这2项做，就会当甲耶和华重新建立关系。这是一个真要紧选择的时阵。所以最后咱读到18节到20节，就是一个呼吁。搁倒转去到亲像咧第2节，迄个法庭的辩论。本来诗人叫天甲地来作证，但伊直接叫以色列家己出来做回应。你家己来讲，咱来辩论，你家己来讲，你要做什么决定？这哪亲像《申命记》30章15节到20节底下，咱看见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地的时阵，约书亚嘛同款叫以色列人爱做出决定，是生甲死的决定。恁若愿意听叹，就会得到上帝祝福；若唔顺叹反叛，就会拄到灾难。这个主题咱后礼拜会阁继续。伫这法庭辩论内底有一段真水的文学表达，讲恁的罪亲像朱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细黑白；虽然亲像乌豆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羊毛黑白。这段真歹解读。有人讲，这段是咧呼唤因爱悔改。虽然主红，上帝嘛要互伊变做细黑白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嘛会当解读讲，恶啊，这是真恶啊！恁的罪已经遮红啊，若真正公平来甲恁审判，敢会当变做像细黑白吗？伊若已经亲像乌豆红安尼，敢会当变转去亲像羊毛遐尔啊白？这是互咱好好啊，通思考的一个文学的表达。今仔日淑珍执事替咱插花，伊特别选这个真要紧的主题，用迄个紫冠花、朱红的紫冠花上灯，做遐尼重，中国有甜。电电安尼点啊，甲咱敢若像做甲咱电掉咧。但是顶头呢，白色的玫瑰花，阁有百合花，朱红的做会当变做像细黑白吗？这毋是一个文学表达尔，嘛会当变做一个艺术的表达，互咱来好好思考来想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咱会当学习什么呢？当然，一开始迄个提醒真要紧。我为细汉甲你饲大汉，甲你养育，你竟然无爱插我，背叛我，毋捌我，转身要离开我，蒙恩的子民，减通蒙恩背义。
这是一个圣经内底真要紧的主题，也是以赛亚的主题。唔通袂记哩，上帝恩典就挖倒转来，就挖倒转来。但是今仔日，搁较互咱受到真大冲击的是第11节到15节迄个主题。伫遐讲上帝谴责伊的子民，然后指出因规身躯拢有问题，头壳也歹去，心灵也受伤。上帝安尼甲因指责，然后佫讲我无爱伫恁的祭物，我无爱恁的遮祭仪礼仪，我无爱佫披恁所烧的香，我嘛无爱听恁的祈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安尼？真要紧，第13节后壁讲出上帝心意。第13节遐安尼讲，我袂当容忍恁犯罪，搁受严肃会。恁点仔做遐济礼拜，但是上面搁咧犯罪。人若用宗教礼仪要来暗藏咱的不义，这是上帝所无爱。啊，是讲咱用宗教礼仪的形式，要来盗撇上帝爱咱去活出来的生活方式，安尼是上帝无法度接受的。换一句话讲，以色列人的礼拜，因为因犯罪已经失去意义。15节安尼讲，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的目睭无爱看恁；恁祈祷偌侪遍，我嘛无爱听，因为恁双手握着杀人的火。上帝本来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伊所以无要搁听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。那安尼，以色列人就安怎？16节到17节讲了足清楚，上帝爱因礼仪顶头爱洁净，恁着洗互清气，然后搁较要紧的，毋通搁做歹，着追求正义，将遐社会受欺压的孤儿寡妇，为着因来出声来辩护。各位兄弟，这种虚假的宗教心态，还是生活甲宗教甲生活无一致的这种宗教心态，伫咱台湾社会有时阵真侪所在拢真普遍看会到。几年前新闻安尼报新竹的一个贼仔，伊走去庙内底去偷摕钱。结果讲，伊要偷摕钱以前哦，搁去甲神明跋杯安尼啦，搁去甲神明跋杯，敢若讲跋杯了，啊好，安尼我会使去偷摕安尼。这是什么款的宗教心态？咱敢嘛会落落去这种的宗教心态？咱表面的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，但是离开上帝。离开礼拜堂，可能佫开始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。信仰甲生活若无一致，宗教会变质，宗教甚至会堕落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真清楚看见人性容易堕落的这个问题。伊讲人的宗教若堕落，就会陷落伫偶像崇拜。偶像崇拜毋是外口的物件来甲咱引诱，偶像崇拜常常是因为咱家己心灵无真实、无敬虔。所以加尔文真出名的话，伊讲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啊，是咱家己的心，逐工咧制造新的偶像，互咱无真实来对待上帝。
伊讲基督徒上要紧生活的核心，就是真实无虚假的礼拜，以及这个礼拜所带出来生活的方式。伊讲咱若无安尼做，宗教有时阵会变做一种灵性的交易。咱敢若咧做买卖，敢若咧做生意共款，甲宗教变做一种生意的交易。那安尼，这个宗教就失去伊的意义。各位兄弟，对这礼拜开始，咱要为以赛亚先知来学习，有真侪通学习的。希望咱好好来读这经文，嘛做伙来将这经文甲咱的生活来做一种的连结。特别，以赛亚做一个先知，先知到底要讲什么？先知的角色是什么？这礼拜阮牧者研习班讨论这段经文，差不多拢在讨论这项代志。先知是啥人？先知要讲什么？这也要诚做咱读以赛亚书中间好好来思考来学习的。希望上帝将学习的心放伫咱内底，也互咱通过这段真要紧的先知的册做伙来学习，来当信仰得到成长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温天晓人的上帝，阮对以赛亚书开始研读的时，就听见上帝对罪恶严厉的谴责，这互阮受到冲击，心也受到一种打击，互阮开始思考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宗教甲生活的关系。有时阵，阮表面伫敬拜，生活中却无照你要求来行。这种不一致的宗教生活，常常互阮开始变质堕落。恳求你将真实的心放伫阮内底，将迄个一致的心放伫阮内底，互阮信仰甲生活会当一致。特别对社会有需要的人发出关心甲疼。恳求你将这要紧的功课慢慢放伫阮心内，互阮学习，也会当继续伫信仰中间来成长，伫你的恩典中间来成长。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作为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请徛开音。
请坐。下面咱要为这是咱要为下面的4项来祈祷。第一项是为着地动周期的预防甲救灾的顺利。第二就是为着咱新任的总统累积的沿线人权自由的价值。第三就是为台湾国家安全甲亚太区域的和平，请咱三角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许县长柯金城执事带咱来做结束的祈祷。慈悲听当阮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今早，阮众兄弟姊妹会阁聚集伫你的圣殿，或者伫是线顶来听你的教示。阮知，阮一直常常会袂记你的教示，会做出违反你的旨意的事项。毋望透过今早的教示，会当悔改，过来行上帝的旨意。阮4月3日伫台湾有发生着25年来上大的地动，毋望天父上帝会当保守安慰受难的家属，嘛会当互这受伤的人早日恢复，嘛互这受灾的重建甲救灾会当较顺利，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，嘛互这地区的生活拢会当甲正常共款，嘛透过即边的天灾，互咱政府甲民间更较重视咱这防震的重要性。有在有危险的节目嘛会当重建。5月20就是咱新选出来的总统甲副总统要就任，毋望天父上帝会当保守咱新的领导者，会当选出上好的内阁的人选。互咱的国家会当继续伫民主自由的社会中，也会当避免战争，互人民过着无惊吓、自由民主的生活。咱台湾的安全，甲规个整个的亚太的地区的和平是息息相关的。毋望天父上帝会当保守咱台湾的安全，嘛亚太地区甲规个世界的和平，会当永远和平，甲代代无尽。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。
请大家徛起来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，请咱现开周报通知事项。4月份的得月长老是林文忠长老。第一项报告，今日这个礼拜开始，牧师团要开始传讲以赛亚的信息。这信息有分做3个段落，伫段落的中间要来传讲新约第一篇的批示，请兄弟来做伙读以赛亚书，和上帝的话，真侪人来开力。第二项报告，四间学校要伫本主日来恢复上课，请兄弟注意。第三项，伫这个有需要2023年度的奉献收据的兄弟，请伫4月底进前来办公室来登记。第四项。伫4月14号下晡2点，要邀请王淑芬执行长，加这个徐雅婷，这个高庭教会牧师来分享反思，安怎来预防甲因应这个性骚甲这个性犯罪发生。咱请大家做伙来对话。第5项，伫4月16号甲18号。这个总会年会要伫中华基督教医院来召开。本会黄牧师、陈牧师、甲谢玉贤长老、甲吴娟娟长老要来前往来参加。第6项，伫4月21号下晡2点，要请大家做伙来关心这个台湾社会公共事务，要探讨这个人文学对民主社会重要，要来邀请到这个陈玉水甲这个廖秉洲，因来分享主持。伫这个4月28号上午11点到12点半，这是要邀请到这个徐美玲院长，要来演讲一个主题，叫做“上帝甲家园的浪漫单数地的音乐”，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全教会的演讲会。地点是伫咱本会的美院的教室。4月28号下晡4点，要煞接要来邀请到蔡丁贵教授，分享到这个台独历史潮流甲这个信仰的见证，请咱兄弟做伙来对话参加。团契消息，少年团契甲青年牧区这个知影时已经有聚会。第三项，青年牧区 Bravo 小组12点20分，义如要来这个领这个查经的分享。第四项，妇女团契要伫拜二上午10点，请林慧欣姊妹来分享联谊旅游参观这个大溪教会的主题。
双年团契拜五上午9点半，要请黄春生牧师来带领查经出来记记第40章。第六项报告，这个学生团契要伫拜六暗时6点，于和加于谦要来分享一个主题：天路历程葬送的福利连动漫的读册会第1集，吼。过来具体消息，本会刘斐云姊妹，就是咱陈英策技术的家后，伊伫3月28号，这个尾暗的时阵来安享主怀，女婿64年，愿主安慰遗族，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。告别式要安排伫今日下晡3点，伫二滨1楼的至中3厅。教界消息，咱有一个特别的训练，要邀请北一区的大家教会来参加，就是伫4月13号拜六，早时9点，甲下晡时5点，要来做一个民防的训练，来请咱的兄弟做伙参加。报名伫即个顶悬有即个网络。过来第2项，就是4月27号拜六下晡5点到7点的时阵，吴伟立神父要来分享一个影片，请兄弟做伙来关心灵悬。第3项，儿童的教材研习会要伫4月27号。早时9点到12点20分，要伫本会举行，敬请即个咱的主要老师同工，甲有兴趣的兄弟做伙报名参加。第4项，这有提早，互咱有报名思考的机会，就是8月份的23号到25号，要伫彰基兰医师的大楼遐，要来举行一个全国青年的查经营，欢迎青年报名。以上报告。今日的时间聚会大道事项，顶周的奉献，甲本周的聚会事奉者安排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这时咱请陈牧师来介绍请安。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是为家己救恩堂来即个柯成武先生。欢迎伊是迄个通州的爸爸请咱大家兄弟互相请安做伙来吟圣诗392首，阿罗上帝万福本源。是的，敬正。做伙来吟尾变诗402首。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吟诗煞要来请陈牧师祝祷，请徛起来吟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帮赞，甲恁三甲一个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交者，密岛闭会，然后需要带队兄弟，请来到这个咱济南路这个雨伞卡，甲其他的兄弟欢迎来参加中庭的地饼会交易。